厝内面若总有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，厝内面的大大小小拢爱落去甲照顾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讲囡仔人去照顾已经毋是个案，长期落来恐惊影响到未成年照顾者的心理甲成长。卫福部和教育部就表示，会建立更较齐全的制度来协助这寡未成年的照顾者。有时候在帮他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很常会被他突然一个巴掌过来。我嘴角就流血。厝内阿兄有智能障碍，小弟讲自细汉就爱照顾，定会拄着阿兄行为失控的状况。民间团体指出，这款情形定会对未成年照顾者的心理造成严重的创伤，而且因嘛有可能无意识到家己是照顾者，因拄着的状况是无合理的。民团要求政府都要重视未成年照顾者的权利，买伫学校传达长照资源的资讯。我们的推估大概95%的孩子，如果你在校园里面这些长照的资讯，1966专线的这些资讯都是贯通的话，这些家庭是有能力自己解决。民间团体指出，这种状况不是个案，建议政府要对囡仔进行普查，甲未成年照顾者找出来，然后要建立分级筛选制度，针对无同状况的未成年照顾者提供协助。卫福部表示，目前除了修正筛选的指标，优先提供未成年照顾者协助以外，每年还安排未成年照顾者的调查。他如果发现他的主要照顾者是小于18岁，那他就要进行一些所谓优先照顾的一个安排跟调整。在今年的年底就来规划这个所谓115年的儿少生活状况调查。另外，教育部是回应讲，去年有针对学校发布判断未成年照顾者的标准，老师若是发现学生有状况，就会当通报。教育部表示，会继续整合各界的资源，希望伫教育的第一线提供未成年照顾者协助，或者囡仔健康成长。记者魏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